喺1年前嘅今日，為鼓勵市民同埋旅客共享香港藝術活力，城巴與旅發局合作，喺當日舉辦 H1S 藝遊香港免費乘搭日，期間乘客可無限次免費乘搭呢條路線。當日仍然需要拍八達通，但價錢被設為0蚊。當日為星期六，正值外傭放假嘅日子，當日免費乘搭日吸引大量外傭乘搭，城巴派出多部開篷巴士支援，開篷巴士一架接一架趕嚟。但係喺1年後嘅今日，城巴宣布藝遊香港路線 H1S 將於2026年3月30日起結束服務，代表3月29日為 H1S 線最後服務日。呢一條為配合藝聚香港活動而開辦嘅路線只係過咗1年冇耐就取消咗。